每一天，无输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初5，约书亚记3章50安尼讲，约书亚对人民讲：恁着甲家己分别做圣，因为明仔载上主要伫恁中间行奇事。三甲来祈祷，爱阮甲家己分别做圣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世以前就存在的真神上帝，你是伫历史中掌管一切的全能主宰，你是对永远到永远永无改变的疼痛天父。主啊，感谢你拣选阮，互阮成做你的儿女。主啊，阮较无有一个圣洁的心，互阮远离一切污秽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专心仰望你，互阮的心无受世俗